呢排大家行街或者去飲茶，最常聽到嘅話題係咩？除咗係啲嘢食又貴咗，生活壓力大咗之外，其實好多人已經開始討論緊嚟緊呢份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到底會點樣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詳細拆解一下，依家啱啱展開咗公眾諮詢嘅財政預算案，到底入面有啲咩關鍵字係同你、同我，甚至同你屋企位老人家息息相關嘅。講真嗰句，依家香港嘅經濟環境，大家心照啦。政府口中成日講嘅赤字呢兩個字，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聽，但係嚟到2026年初，呢個財政赤字嘅問題似乎真係避無可避。喺呢種咁嘅氣氛之下，政府仲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大方？大家最期望嘅派錢或者消費券，今年仲有冇機？我哋一定要由呢次諮詢期收到嘅聲音講起。最先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嘅，竟然係一個關於交通優惠嘅要求。依家我哋都知道，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可以用2蚊搭車，呢個政策雖然好，但對政府嚟講負擔真係好大。不過最近喺諮詢會上面，竟然有人提出要求政府將70歲或以上嘅長者改為全免搭車。你試諗下，由2蚊變到0蚊，呢個轉變對老人家嚟講當然係天大嘅喜訊，但對於庫房嚟講，呢筆數點樣計？好多老人家話，依家生活費貴，連個2蚊都想慳返嚟買棵菜。如果政府真係肯聽，對70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真係一個好大嘅尊重同福利。但係我哋都要睇返現實，依家政府年年赤字，要再加碼呢類福利，政府內部肯定有好多反對嘅聲音。除咗搭車，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長生津，亦都係另一個焦點。好多基層長者反映，依家幾千蚊嘅津貼，喺2026年初呢個通脹環境下面，真係啞住半邊脷，買完藥，交完雜費，買完餸，基本上所剩無幾。所以公眾諮詢入面有好多聲音要求加錢，唔係加少少，而係希望可以有明顯嘅增長，幫補下生活。與此同時，大家最關心嘅派伴糧，即係嗰份額外嘅福利金，喺今年預算案入面會唔會縮水？以往經濟好嘅時候，派雙糧都有過，後來變咗伴糧，依家赤字咁大，會唔會連呢伴糧都凍結埋？呢個真係令好多依賴綜援同傷殘津貼嘅家庭好擔心。講到呢度，我不得不提一個依家引起緊民怨嘅話題，就係藥費加價。大家知唔知，依家喺公立醫院睇醫生，拎藥嘅費用可能面臨大幅度調整。政府嘅講法係要用者自付，要減輕醫管局嘅負擔，但係對於啲長期病患者，特別係老人家，每一隻藥加幾十蚊，加埋每個月就係一筆好大嘅開支。好多市民都喺度鬧，話政府一方面話要照顧基層，另一方面就喺最基本嘅醫療福利上面揾市民開刀。呢種做法真係好難令人接受。呢種民怨，如果預算案處理得唔好，好容易會變成大問題。再睇下政府嘅收入來源，呢幾年印花稅嘅收入一直唔理想，因為樓市同股市都唔係話好暢旺。但係消息傳出，政府為咗填補赤字，可能會喺2026年度增加某啲形式嘅印花稅。呢個消息一出，投資者就驚啦。市場最怕就係加稅，如果印花稅真係加，會唔會搞到成個物業市場更加死氣沉沉，或者股市成交量再跌？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平衡。政府一方面要收錢，另一方面又要保住市場活力，真係好似行鋼線咁。不過就算庫房話冇錢，有啲大工程政府係一定要繼續行嘅，例如北部都會區。你可以見到2026年度嘅預算案諮詢入面，政府口風好緊，但係對北部都會區嘅投入就係加快2個字。政府覺得呢個係香港未來嘅經濟引擎，一定要依家投放資源落去，將來先有回報。但係市民會問，依家我連藥費都交唔起，或者我仲等緊嗰幾千蚊消費券，
你走去投放幾千億落去發展新區，呢種遠水救唔到近火嘅感覺，令到好多人覺得政府嘅優次排得唔係幾好。講返大家最肉緊嘅派錢同消費券，我哋要老實講，喺2026年度呢個赤字背景下，要好似以前咁派5000蚊、1萬蚊消費券，機率真係好微。但係諮詢入面，依然有好多政黨同市民強烈要求派錢。佢哋嘅理據好簡單，依家市道咁差，如果政府都唔帶頭出嚟刺激消費，咁成個香港嘅零售餐飲業真係會好難過。好多人話唔使多，3000蚊都好，起碼等大家過年過節可以開心啲，帶動下個氛圍。但係如果政府最終決定1蚊都唔派，甚至仲要喺綜援或者傷殘津貼度縮減，咁個社會輿論真係會好大反彈。講到綜援同傷殘津貼，呢啲係社會嘅最後安全網。喺公眾諮詢期間，其實都有好多關於申請難、審批慢嘅投訴。好多殘疾人士反映，依家生活成本高，但係傷殘津貼嘅升幅完全跟唔上通脹。佢哋希望政府唔好淨係睇北部都會區啲大藍圖，都要睇下呢啲喺社會邊緣掙扎緊嘅人士。對於佢哋嚟講，預算案入面有冇派伴娘，有冇加強社區支援，真係生死攸關嘅事。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，注定係一場高難度嘅平衡。政府要面對緊接而嚟嘅人口老化，70歲以上人口越來越多，醫療、福利支出係必然會增加嘅。如果你問我覺得政府今年會好小心翼翼，佢可能會喺一啲小地方施恩，例如俾啲長者小恩小惠，但係喺大筆開支上面會執得好緊。藥費加價呢件事，好大機會推行，但可能會設一個上限嚟平息民怨。印花稅方面，我覺得政府可能會針對某啲特定嘅交易嚟加，而唔係全面加，以免嚇走投資者。至於北部都會區，嗰度係政府嘅命根，佢哋一定會繼續燒錢，但可能會有更多嘅融資方案，唔係全部由庫房直接出。其實大家心目中嘅理想預算案，無非都係想生活易過啲，老人家想70歲可以安享晚年，搭車唔使錢，睇病唔使憂，後生仔想印花稅唔好搞到層樓更難買，基層家庭就想綜援、長生津可以加多啲，派錢或者消費券可以落袋。但係當我哋睇住個赤字數字，大家都要心裏有數。2026年度可能係一個要共同承擔嘅年份，大家點睇？你覺得政府應唔應該聽市民話，俾70歲老人家免費搭車？定係你覺得依家赤字咁大，我哋應該先慳錢搞好經濟？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綜援、傷殘津貼申請嘅新細節，或者你想睇下政府最終會唔會派錢，記得要密切留意住嚟緊呢幾個月嘅消息。我哋睇返轉頭，財政預算案其實唔單止係一堆數字，佢係反映緊一個政府對呢個城市嘅承諾。喺2026年度，我哋最唔想見到嘅係貧富懸殊進一步擴大，係長者因為藥費貴而唔敢睇醫生，係基層家庭因為冇咗嗰伴娘而要節衣縮食。諮詢期仲進行緊，大家如果有咩意見，真係要去發聲，唔好等份預算案出咗嚟，塵埃落定啦，到時先嚟鬧就太遲。總括而言，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係一塊鏡，映照出香港依家嘅經濟困局，亦都考驗緊政府嘅智慧。赤字係事實，但係民生亦都係事實。如果政府淨係識得加印花稅、加藥費，而唔去諗下點樣真正幫到基層，點樣去加快北部都會區嘅回報，咁呢份預算案好難會得到市民嘅支持。講真，依家呢個時勢，大家都要守望相助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，記得提醒佢哋留意長生津同2蚊優惠嘅最新動態。如果佢哋過咗70歲，更加要幫佢哋留意政府會唔會真係聽意見搞免費搭車。至於我哋呢啲打工仔，最緊要都係保住份工，一齊睇下政府點樣運用呢筆公共資本，去為香港揾一條新出路。唔知大家聽完之後，對於派錢仲有冇期望？
定係你已經覺得唔加稅就當贏？其實好多市民嘅心態已經變咗，由要求政府大排筵席，變到依家只係希望唔好喺醫療同基本福利度減。呢種心態嘅轉變，其實係好值得政府反思。2026年度，希望我哋見到嘅唔係一份冷冰冰嘅賬目，而係一份真正感受到市民呼吸、感受到市民痛楚嘅財政預算案。其實喺公眾諮詢嘅過程入面，我哋仲見到一啲好細節嘅建議，例如有人提出，既然印花稅收入唔穩定，點解唔考慮下開徵一啲短期嘅附加稅，或者對一啲高收入人士徵收更多嘅稅項？但係呢類建議通常都會引起好大爭議，因為香港一直以嚟都係以低稅率見稱。如果一旦打破咗呢個傳統，對香港嘅國際競爭力會唔會有影響？呢個又係另一個大問題。再講講北部都會區，依家雖然話係加快進度，但係好多市民都擔心，咁大嘅工程會唔會變成另一個大白象？如果2026年度投放咗大量金錢落去，但係最後配套做唔好，或者招商引資唔理想，咁呢啲赤字就真係會變成香港人下一代嘅債務。所以預算案入面關於呢方面嘅監管同埋進度匯報，其實都係好重要。大家最近去公立醫院嘅時候，有冇發覺等候時間好似又長咗？藥費加價嘅傳聞，其實已經喺醫院嘅長凳上面傳到開晒。老人家最怕就係呢啲，佢哋話以前覺得香港醫療好，係因為負擔得起。如果依家連呢樣優勢都冇埋，佢哋真係會覺得好彷徨。所以我強烈希望政府喺諮詢期入面，真係要落區聽下呢啲聲音。最後，我想講嘅係，無論最後份預算案派唔派錢，有冇消費券，我哋作為香港人，都要對自己嘅財務有一份規劃。既然2026年度嘅經濟預測係有赤字，我哋自己都要預咗生活可能會繼續艱難一段時間。長生津、綜援、傷殘津貼呢啲可以攞到嘅就要去申請，唔好覺得唔好意思。呢啲係社會對每個人嘅基本保障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嘅每一步進展，我都會同大家一齊跟進。如果你對剛才講嘅內容有任何諗法，或者你有咩好建議想政府聽，雖然我唔係財政司司長，但係我哋喺呢度討論都係一種力量。希望嚟緊嘅日子，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業，生活越來越好。喺呢個長達6000字嘅討論入面，我哋由老人家嘅搭車優惠，講到藥費加價嘅民怨，再分析到印花稅同北部都會區嘅宏觀策略，其實背後都係同一個核心：資源點樣分配。喺赤字嘅陰霾下，我哋係應該選擇保民生，定係保發展？呢個問題無一個絕對嘅答案，但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必須要喺兩者之間揾到平衡。當我哋睇住2026年度嘅諮詢文件，我哋唔係睇緊一堆文字，而係睇緊呢個城市嘅未來。如果政府肯喺細節位體恤長者，例如真係落實70歲以上免費搭車，或者減免部分藥費，就算佢唔派消費券，市民嘅心都可能會暖啲。反之，如果一味只係講大計劃，而忽視咗基層嘅基本生活需要，咁呢份預算案最終只會引起更大嘅社會矛盾。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，我哋拭目以待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段時間多啲關心身邊嘅人，特別係嗰啲依賴社會福利嘅老人家同弱勢社群。因為喺預算案嘅冷冰冰數字背後，係一個個活生生嘅人，係一個個需要被照顧嘅家庭。我哋下次再詳細傾，拜拜。